上集講咗，小一學唔識，唔係懶，唔係蠢，係跟出事聽唔入，講唔到，思唔清，寫唔穩。咁更可以重新長反出來嗎？可以，而且古代嘅老師幾百年前已經發明咗一套六階學習法，唔係補知識，係補能力，唔係死背，係先起底再上樓。古人點樣教小朋友？古人教書從來唔係寫字先，佢哋知道小朋友腦袋未發育好，要按步驟開啟，所以古人教任何嘢都一定由第一步開始。聽，聽 input 先讓孩子聽懂，腦袋先會開。現代學校最大嘅錯就係跳過咗聽呢一步。你諗下，小朋友連內容係乜都唔明，你叫佢寫，叫佢默書，叫佢造句點做？古人做法，先講故事，先講意思，先講場景，先講語氣，目的得一個，讓孩子嘅腦袋入到內容。越 output 能講出來，等於開始內化。古人會叫學生，你講一次俾先生聽，而唔係你抄10遍，因為講等於排列自己嘅理解，講唔出等於根本未明。小一應做到，能完整講一句，能描述圖，能講原因，能講步驟，呢啲全部都係寫字前置能力。C thinking 沒有思考就沒有學習。孩子講到內容之後，古人會問，你覺得點解？仲可以點做？如果係你會點諗？呢啲係小朋友最缺乏嘅能力，而現代教育跳過咗，直接叫佢交功課。4. 結構 structure 腦入面有順序，不先有方向。小朋友寫唔到，唔係因為唔識字，係因為佢腦入面冇結構。古人會教先總後分，先景後情，先因後果，先時間後動作。而家你一講結構，小朋友成個人醒咗。寫 writing 到呢度先開始寫，你睇古人幾有智慧，寫永遠係第5步。點解孩子寫字寫唔好？因為佢哋跳過咗前面4步。寫字係 output， 不係學習本身。6. 習 practice 真正內化能力。習唔係抄10遍，習係今日學到嘅嘢，聽得明，講得出，諗得通，寫得到。古人叫溫故而知新，唔係抄到手痛。6階學習法其實可以用1秒講完，先讓孩子腦入面開到，再要求佢手寫到。你補咗咁多年習，但孩子係咪一直寫唔穩、寫唔靚、寫唔入腦？因為前4階根本未補過。下一集我會用真實例子示範，點樣喺屋企用呢套方法，令小1、小2嘅小朋友10分鐘就講到句，諗到因果，寫到基本句式。記得訂閱，唔好錯過。